安井显泰是日本安井家族200多年来唯一的传人。这次来到台南，展出家族代代收藏的风俗图，同时结合家己创作的作品，展现跨时空的艺术美学。平常是我的这个展的这个作品是一直都是玻璃为主，可是这一次的展览是展比较大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我玻璃的这个原来是想有这个想法，然后原来是我的这个玻璃里面有浮世绘的元素，然后我的这个家族，我的祖父，然后父亲，然后妈妈，还有我，全部都是艺术家，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艺术家的想法，所以有一些展里面有以前我跟爸爸还有祖父收藏的浮世绘，然后我爸爸的作品，然后我的玻璃。现场展出风俗图作品40件，直径为24百，完整呈现日本明治维新前后风俗图的风格。当中也包含安井显泰个人的10件玻璃艺术创作作品。一般都是做玻璃的人是不会画画，还有一般都是画画的人是不会做玻璃，还有一般都是收藏浮世绘的人也是不会做艺术啊。但是我全部都有会，但是没有那么厉害，还是努力中。但是有对字的这个特色是还全部都有的意思。日本风俗图流行伫17到19世纪，代表着日本的艺术甲历史。佮加上安井显泰早来画作以及玻璃工艺，互传统甲现代技术结合，互民众看到无同款的日本美学。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。